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嘅講題係咧，科學證據證明咧聖經係神嘅話語。嗱，聖經嘅啟示咧遠超時代嘅限制，其中咧甚至蘊含一啲令人驚訝嘅天文智慧。嗱，人類係直到近呢幾百年咧，先至知道咧地球係圓嘅。但係喺2700年前咧，以賽亞書嘅作者咧，喺眾人仍然以為地球係平坦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宣告咧地球係圓嘅喎。嗱，以賽亞書40章22節係咁講嘅，佢話神坐在大地的圓弓之上，地上的居民有如蚱蜢。咁呢節經文咧係清楚指出地球嘅圓形特徵嘅。喺箴言8章27節亦都咁講過，佢話他立高天，我在哪裏？他在淵面的周圍畫出圓圈。嗱，淵面即係海洋嘅面啊！地球咧有70%幾咧都係俾海洋覆蓋嘅。咁呢個淵面就畫個圓圈啊？點解淵面畫個圓圈呢？因為地球係圓噶嘛咁約伯記26章10節亦都咁講嘅。他在水面上畫一圓圈，直到光明和黑暗的交界。嗱，我哋可以清楚見到聖經嘅作者可以追溯到最早嘅時候咧，3500年前，因為約伯記咧係3500年前寫嘅。喺世人尚未察覺地球嘅形狀係圓嘅時代呢，就已經記錄咗地球係圓呢個事實嘅。嗱，呢個唔止係令人驚嘆更再次印證咗聖經最對自己嘅宣告係真實嘅。佢話呢，佢係一本咧受神默示嘅超自然嘅書嚟嘅。咁儘管咧聖經係人手寫嘅，但係咧其最終嘅作者咧係神佢藉着聖靈感動人心，將永恆嘅真理咧記錄下來，使到歷世歷代嘅人咧都能夠認識佢嘅心意同創造嘅奇妙。呢個咧正係基督徒稱聖經為神嘅話語嘅原因，亦都係我哋咧堅信聖經所說嘅一切，無論係關於今生嘅智慧或來世嘅盼望都係真實可靠嘅根據嚟嘅。嗱，提摩太後書3章16節講，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